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来时间咯。身面拍板的时间，大家第一个批到的米是乜嘅呢？一定係個香香嘅油葱酥吧。喺面度就有一個老客佢能專門係賣油葱酥哦。我哋今日來賓，佢就係亞太嘅負責人，到底佢能老客油葱酥有樣辦好食，佢自家又有樣辦嘅故事呢？夾夾嚟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林祥泰阿泰哥。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中政府油葱酥嘅負責人林祥泰。歡迎阿泰哥來到節目地位哦。阿泰哥，前面有講到，你哋老客係專門係賣一個油葱酥嘅嘛？啊，睇講到你這個油葱酥之前，我先請教一下阿泰哥，你這個喺美濃人當地嘅家做錯冇？係。按辦事都係美濃態嘛，工作啦、讀書全部都係喺美濃。我係後生嘅時節，有一段時間並冇喺美濃啦。就相同係退伍嘅時節，我哋都去都市鄉，以後係奮鬥，以後係工作啊。嗰時讀書喺美濃度啊，工作之後工作誒都先出去攞杯打邊，再轉過來。幾時間用辦？這個老客有一個工作，你冇想到講順啥時候先來接老客嘅工作？跟一般嘅後生係上強樣因為韓式多態，攏跟睇現實從啊生活工作退伍過後，你哋後生啊攏強樣想遠離父母，也仲係伊哋做老輩學習也就經驗啦。因為老客一個環境應該太舒適嘅啦，啊想講萬一啲環境強啊，體驗看下先畫面的廣大的世界啦，知冇？咁你阿泰哥，出去攞杯打邊嘅時節啊，有經歷過乜嘅工作？青島我一開始都做一位銷售員，賣東西那有做過賣鋼琴也就會業務，這個有排過夜市嘅，做一位菜市場，讓青島一種嘅對於業務方面咧，伊哋跟朋友chung開個公司，安尼一種嘅社會嘅一個經驗嘛。你起碼嘅原因講，本唔想講，當佢打邊一段時間之後，要轉歸去老客接觸呢？因為因為睇現實，因為年紀適應來人太必須要有人歸去聽書，傳承也會安尼嘅油葱酥也會事業來繼續來安尼接下去傳承下去安尼啦。也種嘅都種歸去都睇現實年紀過大，都必須要落下有人去照顧聽書安尼。這個想講，出去打邊一段時間咧，佢都老客看到總批有年紀嘅嘛，這個想到也講老客又講，人哋年紀差唔多嘅，係咪有一個想法可以過來聽書？係哪原因啊？因為碼頭睇現實肯係貴嘅啦，睇現實肯係貴嘅，又會凍啦個睇。今日同講嘅時間，心肝都地方有想按價個有沿三顧茅廬就也肯係幾下擺我咱同意貴去安尼。咱貴嘅時節當然係都市區跟上下安尼來來回回安尼做生意安尼。上到呢就乾脆都搬歸美濃，就是個是個定居買屋，都個是安尼相同來來往往安尼做生意啦。就一開始都其實有轉歸去，唔過也偏這個原本嘅工作還冇完全講團結都係繼續用邊安尼就這時就應該動辛苦呢係所以要慢慢嚟，跟市區地位工作變起來那要轉型歸去美濃做一個生產方面咧，都個個都做推廣一種嘅油葱酥一種嘅生意安尼。阿泰哥，你老客本身係賣一個油葱酥，應該所啲講，嗰度人家店嘅係自家嚟做一個油葱酥嘛？也親像冇人嚟賣你老客怎麼會想到嚟做一個油葱酥嚟賣啊？就以前都有賣麵包板，但是都夾賣安尼啦，賣到後尾呢，就變咧講油葱酥比麵包板還賣過多，都變咧講可以
做遐个油葱酥变咧来做主打，嘿，咱来慢慢来去推广安尼。哦，安尼阿大哥，既然讲头摆喺各个人卖嘛，还有虾米？因为卖的油葱酥卖得够好，单独拿出来卖。安尼人都开油葱酥，有冇个特色？我问大家想讲，哎呦，人一天我来卖一个油葱酥，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冇？所以也都提升自家的一个品质的提升的一个改好的一个点啦，吼。因为也油葱酥的原料真简单，就葱头，嗰个油跟盐一种三个成分的，所以呢，那个改多年都会做，但是唔可以用顾好也品质，都自家的经验，跟自家的成本发嗰度地都会比人过好食。哦，讲到一个成本，阿大哥，安尼你咧从头要贴来去鲜过嘛？会啊，会特别去拓嗰种产体吼，拓品质过好的从头来做出遐个产品来。哦，阿大哥，你咧从头系对哪真的啊？我哋从头拢对复格啦，复格。系对切菇嗰片啊，圆鳞嗰片，嗰薯片咧，嗰片咧从头特别睇，一定咧睇了，品质都够好。品质够好。哦，安尼你可以同人了解一下，一个油葱酥成本，咧产原料买过来之后，喺用办去处理，可以做出安好食的油葱酥。就买过来过后呢，都外面农嘅啊啲老人家嚟听书。剪头剪面，安尼家己在处理个磨的剥个枪，那安尼来制作。哦，安尼头都有讲到原料嘛，好多葱头、油同盐。安尼葱头这个有先过啊，安尼油同盐有特别去透过冇？也爱啊，因为遐个油就青葱嘅个个，我都固听讲坚持自家炸油。炸油？自家去加工期好嘅油量嘅，加工期嘅遐个去买盐好嘅新鲜嘅板油，归来自家提炼，一种品质自家看得到，食起来都会过完性。古时唔得油系用猪油咯，用猪油。我们想讲，条到糖多自家来炸油，安尼唔能行外自家去做一个油，到底系用猪油，也系讲用吃饭人讲嘅大豆沙拉油啊那种，怎么佢一天我用猪油，用其他油做唔得吗？曾经有试过几多种有人话爱用鹅油、鸡油，但是是研磨含太量但是个米托跟俺哋传统的一种的猪油的米托还是都讲有一个差别，但是用猪油算属最传统的啦，最传统的米托嗰种人客有冇讲过？有一年可能是唔关猪油，讲今年冇适合食猪油，你会考虑过讲用嘅植物油来做一个转换来卖冇？有嘅考虑，几多年下拢有一种嘅顾虑，但是呢，因为实在嘅人从头人都做唔得事咧，所以呢，你都冇嘛可以用植物油去炸啦，但是冇下去一种进行都，因为从头实在嘅人都剩的，所以嘅市场可能都变冇安泰啦。如果说系最主要古入嘅最主要嘅市场，人客嘅反应系安尼，其他算系比较小众，虽然上嘅都照顾技能啦唔过原则上有嘅部分都还冇法度好顾到啦，系安尼。嗰種大部分嘅人係講，用豬油炸出嚟係最傳統嘅米線。安尼一個油葱酥，其實我係剛剛講，傳以前嘅做法都更加應該能都唔成功嘅時間，我要改良過冇？並冇嘛個青葱太嘅改良，就像講頭擺用手工，而家是嚟用手而家是嚟拉安尼嘅鏟因為呢。量會多嘅唔必須要用半刺痛嘅一個方式，用半機器嘅是咧，然那麼按辛苦到企業一路嘅時都唔可以好嘅時節，都要注意下，能夠搖起來，安尼也會補上，都夠輕鬆嘅事啦。都已經有一失敗嘅機械化來做天數嘅嘛。安尼阿大哥，自己人講要做到更加有改良，講要可以辦機械化嘅。安尼切嘅從頭怎麼嘅行要用人工，唔係用機械化咧？
有我切的时节，尽量用机器一个切的，用切下来。伊切的过程嘛，有一个方式，切下来跟切下来，伊做出来的面是还是有差别。还有差别的。有，还是用切下来用切面的方式做出来的油葱酥品质算最好。你做出来油葱酥，自家感觉哪一种标准，佢做出来的张係最好食的？譬如讲油纹啊，又係講切啊，製成樣板算係好食的一個油葱酥。也都係靠經驗啦，也有人教唔來嘅，按只有講，做到某個程度，好嘅時間，唔差到幾秒鐘嘅，也都做唔得。好嘅時間，隨着溫度，火嘅強弱，按靠自家嘅經驗，用自家嘅模式下去看，好嘅，馬上都會計，搖起來，冇一下都會過火，都捨唔得。你如果搞半年嘅時間，好嘅一叫真成功，仲有嘅經驗吸收啊。因為聽安尼爸爸媽媽安尼學嘅幾多年，慢慢嘅安尼去吸收呀嘅經驗，某個時間，從頭嘅實習，做出來嘅時間先都冇同樣。所以我後門感覺幾多呢？有，必須講咧，也都講我哋用嘅美食好也嘅品質固定都立於不敗之地嘅原因原來係安尼。哇，觀眾朋友，冇想到也細細一點點嘅油葱酥，地位後門按道理，不過還有更多嘅故事哦。休息一下，馬上轉過來同大家分享。一個炸蔥頭油葱酥一定係好食，不過製作嘅方式啊，也係一定係辛苦呢。那最辛苦嘅部分係乜嘅？請教一下阿大哥好嘅哦。阿大哥，頭都有講到油葱酥係樣板做出來嘛，其他原料蔥頭啦、油同鹽唔等都有特別先過。不過喺製作嘅過程之中，最辛苦嘅部分，你自家感覺係哪嘢啊？有兩個部分啦，第一都係切蔥頭嘅時間攏清辣所以講咧，我哋必須要去克服。也係通風嘅問題，都可以。風頭都個唔可以被辣到，天然都講，要滷喺身邊嘅時節，攏最辛苦嘅時節，因為溫度高雖然冇火嘅滷嘅還是清熟，所以將更辛苦。你有冇想到講睇嘅炸蔥頭嘅時節，可以下冷意啊，也準備咧天風扇也嘛嘅，可以個半嘅溫度個大一些啦。要可以用，因為本身也爐火因為每一種嘅機器嘅做都冇共樣，因為唔天生採嘅10分咧，接觸火嘅時節火焰會斷咧，所以講冷氣嘅部分，按倒台機器嘅做變冇按適合啦，冇按適合。也係講真耗能啊，佢講全部睇按熱嘅時節，要半嘅冷氣按得出來。哇，真是按嚟講，我都有感覺嘅，因為韓式嘅時節其實我自家也會聽到阿婆啦，也講媽媽我哋喺度做下嚟做炸糕也嘅蔥頭啦，冇像阿太講呢按厲害做按係量，不過真是都睇你媽媽啦都會做按嚟嘅嘛，嗰種我哋韓式也會聽到你薄嘅蔥頭，真是天白嘅時間啊，馬上請感動咧，做一個蔥頭炸係佢感動。其實做一條。冇做因點啦。嗰種當佢接觸嘢嘅時間，我唔係去唔關心嘢嘅部分啊，做蔥頭，我炸嘅蔥頭，然後含前到熱天可能都見流，可能熱天嘅時間會粉很呢。阿伯講天熱咧會中暑嘅一種嘅情形，即係可以去做一啲預防，即係做一啲調整，係啦。你按辛苦做出來嘅蔥頭和油蔥酥嘅部分，應該可以應用喺更多嘅料理嘅方式方面吧。像最低嘅嘛，
面拍板啊，面一定会有的嘛。你们自家有冇个特别的料理的方式冇？哇，青岛啊，跟油葱酥吼，可以运用的企业的食品的地位算面向改发，就是安尼，今卖最多的可能都做肉燥，本人去做肉燥的时间，直接都不用下去做香料调理吼。今呢，目前用到最好的都按照讲油葱酥水饺，直接都系用油葱酥来做包的，来做煎包呀类的，各种的，也可以，也即多的来各种的做遐个香料的料理，青岛用途呢，跟最流行都拌饭，直接搅饭，直接搅饭油葱酥不用下翻烘，连石头油饭都搅的咧，就安尼，来。你可以世界一碗饭，真是唔单枪世界一碗哦，可能世界一碗嘅都有可能哦。因为韩世人记得讲冷饭啊，嗰種膠頭油，我介是煮油已經清香清好食的，更加還有個蔥頭嘅香味哦，嗰真是不得了，真的加上一碗也不為過啦吼。安尼阿太哥，人那個油蔥酥吼做出來，人假使講賣過去嘅，像一般的油蔥酥，人如果安尼用辦保存過好啊。賣貴去嘅都放冰箱，冷藏都可以嘅。冷藏可以，大概不用1久啊。冷藏可以，唔知有冇凍到水就1年以內都放得到。嗰種人拿出來，用的時間唔是特地講解凍，然後用槍的、灶的、湯匙啦，也講快熱出來都好，絕對唔好撞到水。唔可以撞到水。安尼一定要注意一下，有時間人個方便嘛，我夾隻冇注意到嘅湯匙啦，也咁快當個有水氣，撞進去都不得了。雖然講比方在冰箱烘，也係講會上機就是冇。撞到水都冇辦法控制住。你自家歸去接觸之後啊，一頭擺都更加除了品質做料理的方式冇改變之外，你哋銷售方式，你哋係用辦去賣啊，都油蔥酥，用辦去推廣啊。我歸去過後，我爸爸媽媽改做，以前還有栽培時節，也都會去做栽培。然頭擺呢都用人費款過來嘅，東西能寄過去俾人。慢慢的呢，又要栽幾遍，又要栽培過後呢，通路都越來越發，因為產品底部都有天花體質，然後都會打天花來當一種貨，切價呢又愛去菜市場、賣場、商場去推廣，介紹人用嚟使用一個油蔥酥料理，現場介紹顏色，介紹嘅顏色咧，用嘅熟土度嘅國家，第二樣嘅嚟用因來因多樣，今呢網絡上咧，伊咧銷售青島因來唔係程度，永遠淘汰。真是，你哋自家還有去到像學校啦，還有那條去搞課程啦，一種嗎？因為大部分攏係因為有學校來請人呢研究出做出因為鹹蛋糕。鹹嘅雞卵糕。雞卵糕做蛋糕來用油蔥酥用做鹹嘅安尼，慢慢嚟來研究出青島種嘅個學校結合來做出因為冇共樣嘅一種嘅產品啊！真是幾厲害呢！傳統嘅米湯，人哋咧油蔥酥，可以加上更加西式嘅糕點雞卵糕一種點心，先從伊睇幾厲害那個人哋講轉化啦，進化，哇！阿頭哥，都更加自家對人客來講，應該也係親照顧，有幾多係老人客嘛，對爸爸都更加。你同人客在互動嘅過程之中，有幫影響過什麼人客冇？像都更加聽你推嘛，有啲人客也係講聽你推，甚至講第三推冇。有啦，一般人客印象最深咧，都講去買嘢東西，最好嘅方式都打開來俾批，一批嘅語言都批到頭擺，也對泡麵底部嘅一種
米头，哇，土迄也做面是，吼，嘿，无改变，吼，所以呢，也都安尼，本人批到，也要安尼最强的地方，跟头摆嘅湿度嘅面是一模一样，并无这面，也都安尼对人哈，吼，最纯的也要影响都打开来，吼，比如批看那身，一批呢，吼，哇，土迄也做面是批的呢就。本来买一罐，变买2罐，真是的哟！也都对人哈吼，安尼互通最纯最有影响安尼。比如打开来讲，哦，条摆是那个泡面就会也给就会也中意是，都唔是去买安豆泡面，但这个买贵也会有共用的米头啦，共用并无米是唔会做的。不过除了安尼，这个卢卡的工作之外，应该还是讲阿他讲，这个提一个面农吼，希望说，这个也有接的其他的工作，甚至于讲还是有成立一个协会作为一个理事长，一个协会爱谈到讲喺一个上钱的协会，系咪？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协会系乜嘅协会，其有为到乜嘅目的来成立，好冇？一位协会吼。就会爱研究亲无限的地方，不是本人样讲，不无真样啊！因为呢，我也要去面农替面农人做也要自供用的哈。因为面农以前都无商圈，无商圈也要以前呢，拢是撇位，像岐山啦、甲仙啦、六桂啦，也拢有商圈，独面农都无，所以呢，伊几多经费。政府有办法补助人的地方，所以呢，人拿唔到，所以讲呢，本拢系，所以呢，保养师的要上钱的总费呢，伊都往外几来面农成立一个上钱，来替面农人做服务，安尼也服务的过程呢，方向深多啦，比如用的来体验来。买东西、教研，用来做另外一个包装，提升面农面包板的面包板店的一个品质的提高，包括沿店面的温盘足金，今年安尼拢有义务来干，商圈拢有来干提升，也要格调安尼。你唔但将迄件人的包装、外观，甚至讲地杯，人家气氛用人去营造，去中风啦，嗰条都有包括喺地杯。今日都喺协助员来做，也要个行商呢，今日观光客来本人看到咱比较讲各有一个品质不但像喺那个面农嗰边，只要应该安尼讲啦，喺面农只要喺面农嘅店嘅。佢拢可以来参加，佢拢係唔能服務嘅對象嘛？係，人拢安尼拢有，當然唔係講每一行安尼拢服務嘅多，最起碼都講有後生嘅幾代創業嘅，安尼可以家用幾多老輩，也就學習安尼專家，來體驗上課也就教員用嘅來做生意嘅有個技巧，也嘛係。幫助人商圈來幫助人提升人去做銷售方面的一個提升安尼他個談方嚟，如果頭擺人哋面農嘅店嘅，可能都單打獨鬥個多啦更加有一個團體，協會可以聽數睇後輩，同佢哋想辦法，引導，甚至於講向諾貝爾人來搞，就變成是說人哋有一啲夥伴睇後盾嘅，都唔是自家一個人睇嘅無限嘅。所以呢，要青島面農呢，嘛可以爭取幾多發通來面農來攀本愛客呢類面農大家攏可以受惠到。觀眾朋友，他講其實唔單止將自家陸卡原本嘅事業做一個規劃，佢自家呢睇另外一個方向也順勢探索面農一個地方，繼續睇進步不過協會還有做人睇到嘅事情，他講有用版嘅故事，所以比賽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都提讲闽南其实有几多好搞了的地方，甚至也有几多的法通。没想到啊，闽南一条法通地位，还有不少很硬的呢，头头讲的阿他国今年呢协会判出来的哩，今年样板判出来的有样板的想法，我们继续来请教阿他哥咯。阿他哥，我们的协会啊，唔但将前面有讲到的，我们协助店家来做一个改进进化，甚至于讲我们还在菜地判的几多的法通啊，也係講課程，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講我們判的哪條法通也係課程，好冇？因為我們一個協會係呢去年呢咱成立了一個新的協會啦，但是呢，一個過上地位，嘛有替我們一條做生意的小農，來俾人以做一個湖畔市集，俾人來結識啊呢，係俾人來呢來到呀風景啊好嘅美濃湖地位，來擺攤呢，來賣東西，來賣嘢呢。這家小農做的一個產品，那當然未來要改人做的都按樣來體驗來行銷，網絡上來行銷，打卡累積人呢一個客流量，今天呢也規劃市集咩名嘢牌啊，但是規劃呢也都可以自己做一個栽培，來體驗來一方面呢來提升人對這家產品的一個信心。再過來都講，我哋商圈可以做的事情，像一擺辦一個新月份來辦的一個花旗木的主打，我哋都提下嘅，第五件，點這片中安度嘅花旗木，我哋都用嚟俾人結合，用嚟俾人拉流客量，來體驗做一個行銷，也嘛都商圈也擺都做到很成功，本也花旗木客流量熱氣地位呢，也都有非美濃，相對的人客，攏熱到美濃，哇人潮上快攏很多，所以講大家美濃人呢做生意的人呢，攏可以受惠安尼。都談好嚟係講，本大家一個無共樣舞台，提高大家能見度的機會，錯冇？都利用一個市集的方式。嗰個唔單將店家呢，連小農今年做乜嘅也會算喺唔同嘅地位啊？因為今年小農呢，自家攏佢會生產一啲嘅產品，今年小農嘅水準很高，人做嘅一啲東西呢。來賣，今日嘛需要包裝啊，嘛需要講，能今日用嚟來去膜拜市集嘅時節，用嚟來去錄卡，同樣都可以做嘢產品來賣，安尼變成講無店鋪販售，一方面嘛都可以提升人嘅產品嘅水準，生意都更加，雖然講安短的時間，又真是有協助到一個店家，也係講真實的案例可以同人哋分享的嘛。就舉例來講，我哋以前有輔導，有個美濃有咧賣魚的料理，研一家親友善，桂雙金，這家研發出一種悄悄魚，有個呢，都我哋商圈底下嘅有舉辦有個美食展，就會提升因為呢，我哋底下呢有揾專家來做一個美食的慢食旅的做每一個地方的推廣，像因為我哋屬於商圈的前身，屬於東九區的咁每一個店家特色拿出來做比賽，也得為做小吃的，全部拿出來做一個評比。今日都做一個慢食旅，提一位美濃來做漫遊，能去每一個傳統，來檢定嘅特色，又做出親好嘅料理，我哋都可以呢，提一位用路網嘅人做一個推廣，所以呢，還有一個故事都，一位客家小炒。比賽第一名嘅嘛，用嚟要從數下因為都嘅講魚料理都係里長台灣雕的，一點點嘅得到第一名，全部平台也得好上嘅都無形中當然唔好講商圈嘅人輔導，因本身自家都係有上進嘅努力嘅地方，一定嘛都講。
我哋看到人的努力，都可以做幾多後生嘅幾個創業嘅時間，嚟給人做一個，都講，人學習的一個目標，因為人雖然講一個高愛，但是人的生理嘛都做到親好，所以也都係一家本身用心去學習的一個地方。如一句話來講啦，如天助人助啦，這個也有一個送金佢努力，冇能用辦法天數同佢，係不推上去，佢也做唔得啦。呢方面都一家嘅努力。做到更加其實我上一問阿太講講，唔管你自家都開始呀，加上做一個民農送錢的促進費，一個協費等等的地方上安尼進入，你自家喺工作經歷嚟都更加加上一個兩個部分兩個事業。你喺感覺啊，人哋客家人做生意同河洛人喺做生意有乜嘅差別冇？因為頭擺我問一個問題係講，頭擺人家都講，客家人唔可以做生意，河洛人可唔可以做生意？有安尼，有真實係安尼嗎？因為民農人、客家人，跟我哋老輩河洛人有乜嘅做生意，萬人個個也仲係邊冇乜嘅講，客家人咧。堅強，佢老輩主要嘅都善忘啦，客家人嘅客家精神當然也種嘅老輩好多人嘅客家人做成，並冇乜嘅具體嘅一啲講嚟，就只有自家善忘努力，每一個人攏有自家嘅一個舞台，唔係唔善忘，唔想講嚟。佢哋點嘅，我都係定人下來，也種嘅當然唔圖，人競爭力都係越來越細啊。老輩人成日做乜嘅會好，佢天然付出相當嘅一個，有一個相當好嘅內容，吸引人客入來，所以講一方面咧，嘛希望你未來上強，去本一度後生嘅讓佢幫一來民農創業嘅時節，給人提倡嘅一種嘅。唔係講唔有錢唔開店下嘢，唔生意都會好，並冇咁簡單，因為做事咧非常多，開店咧，擘個店咧，設咧攏幾多，但是唔開下嘢，唔係唔曉得做生意，唔想同嗰人淘汰，所以講上天必須要咧有一任務來輔導人，店係開下嘢，唔可以讓佢來去成長。讓佢嚟，並唔係講你錯嘅嘅了，人客都會來，並所以咧並冇咁簡單生存啦。係啊，冇像更加人講，你把錢嘅店咪仲係講到做咧，人哋講網美店，大家都會過來，唔係底部行有內容，有內容，包括賣食嘅東西，人家產品，樣板又夠好，大家都會想來啊，冇一擺人家都唔會來嘅，那有法度咯，加上前面我問咧，有個問題係講我要談到講啦吼，人家都嫌講，人哋客家人將會權欠，唔會做生意。我都想講，奈何呀？我哋客家人還有啲條件咧，嗰度認識啲種批啊，頭擺咧做生意嘅時間，佢哋唔單止會講客話，甚至有講佢哋咧河洛話也真是講出來，唔會像人哋客人也就種佢哋河洛人講嘅強樣，先爭辦啊！我都想講，那有可能咧河洛人做生意有時間係唔會講客話哦，我哋客人都去做生意嘅時候，還會講客話，還會講河洛呢？咁樣從啊，我哋做生意一定係強啊，那有可能並唔種咯。其實大家各有各的特色啦，吼，有自家嘅條件嚟講，其實冇分來。啊，不過真是喺民農嗰邊，河洛人會唔會？因為民農做生意會感覺幾困難，係講冇法都好講好法，講客話來講，你自家有觀察到一件事情冇？有，河洛人因為人咧，我哋民農莊95%以上都一啲都客，所以講咧，人家都民農，大家攏講客，嗰度河洛人咧，一來到民農嘅時節，因為剛剛講有一種出街嘅一種嘅 feel 啊，因為他唔識，你出街。嘛，他唔識用我嘅嘅話，唔嚟到民農嘛，他唔識，我哋客話講嘛嘅，所以呢，相對嚟講，老輩嘅人做生意，都唔可以選擇咧去民農，可能會夾入其山，講河洛莊嘅地方，所以講咧，民農佢呢，喺努力嘅地方係遷到，但是呢，也客家文化會保存，
也嘛美容一个相当优势的一个地方，吼。那相对呢，有一种问题，就好多人因为做嘛个无过社会接受，但是呢，陆续哈，也有引导好多人一来美容来做生意的，哈。因为人一来美容做生意，唔係像講靠一個店面，吼，也咩會去做一個有店鋪的販售，曉得，吼。今日一個形態變化會非常急，所以我哋上天吼，都有一個責任，本一個吼，不管好多人也客家人後生嘅一來也變做生意，我哋都有一個責任體驗，吼，來做各方面嘅一個努力，也希望睇阿太講能咧3萬吼，天數之下，不管係好多也係客家人共用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個驕傲嘅講，原來係留美，唔係美國度係留美容嘅。哇，觀眾朋友，今半年呢，真是請感謝阿太哥帶來安精彩故事，同小嘅今年都卡品質安好嘅油葱酥哦。也希望大家真是有閒嘅時間，來到美濃老了，可以好好來認識美濃呢個地方哦。再一次感謝阿太哥，今半年帶來精彩故事同好食的料理方式咯。好，多謝。感謝主持人啊，感謝所有觀眾啊。好哦，安尼更加腳腳騰騰欣賞來運動一下，照顧自己嘅健康吧。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